高中、国中、国小后礼拜就要开学，毋过社区各种病毒煞伫咧喂人。疾管署就表示讲，流感进入流行期，也新冠疫情是已经来到上严重，未来2礼拜啊，即个就医确诊的人会共款侪。虽然是假日，林厝校诊区也满满拢是等看病患者，因为高中以下国际学校后礼拜就要开学，不少家长带破病囡仔来看诊。非常担心啊，对，因为小孩子到时候开学人很多，所以就想说先带他们看医生。病毒性肠胃炎，然后妹妹就是呼吸道感染、咳嗽，咳得很严重。有医师临床观察发现，目前社区存在各种病毒。最近捌受第3岁外的囡仔都是感染流感、呼吸道融合病毒、RSV 等4种病毒。病情拖甲真久，而且因为感染流感，造成肌肉发炎，囡仔的脚疼几啊日拢袂当行路。流感病毒有时候会攻击肌肉，尤其是小腿的那种腓肠肌的肌肉，它会发炎，造成肌肉发炎，它会很疼痛。社区各种病毒侵袭，继续由警部疾管署监测显示，流感已经进入流行期，第32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到9.5万外人次，增加80个重症，死亡也有17个。新冠部分是超过2.6万人次就医，疾管署研判，新冠已经达到这波疫情观点，未来2礼拜会是处理高原期。目前占比最高的是新冠的病毒哈，它是占了25.3%。开学之后会不会增加上来，就要看之前各种疫情的变化。因为开学了后，学生较接互动，呼吸道传播风险会提悬。疾管署提醒学生，若出现发烧、咳嗽等呼吸道症状，建议挂喙暗，尽量伫厝休困。另外，做疫苗方面，本季公费新冠疫苗扩大全面来自，调整到9月初9为止。建议年长者等高风险族群赶紧来做，以降低感染新冠了后并发重症还是死亡的风险。记者采访报道。